掉头就骑走，因为他知道等一下可能火车就撞上来。居然有这样的事情，他以为他没事，其实罪已经发生在他当中。大部分人都不会不承认自己的犯的罪，而且会试图去掩盖、否认、合理化。所以不认罪是自欺，自己欺骗自己。约翰一书1章8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已经不在你心里面。大卫在诗篇32篇的3到5节，他也描述被罪所受的苦当中的苦。我来念给大家听，诗篇32篇3到5节：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津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他已经受不了了，所以最后他说：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我不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当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赦免我，大卫这个时候他才真正得到释放。对不起，不是示范，释放。很多的新闻媒体都会报说，有一个阿伯，他来还给这个火车站，好，这个站长，好，他还给他车票，而且呢，他还给他100倍的车票，因为他在国中的时候，好，因为一次没有检票坐霸王车，所以他从国中到他高中，到他大学，到他出社会，到他工作，结了婚，当了爸爸，甚至呢还当了阿公。那个罪在他心里面几年，从国中到他当阿公45年，40几年时间，他从来没有办法忘记这件事情，一直到他自己跑出来说对不起，好，我要自己自动还这个火车票100倍，然后新闻也去把它报道出来，好，大家会表扬他。可是呢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火车票10几块啊，好，没有检票10几块啊，可是呢，这却在他生命当中40几年。没有办法涂抹掉、洗净。当你犯了错、做错的事情，或是该做的事情没有做，你会被你的肩上会沉重，你的骨头会枯干，你的筋液会耗尽，你会筋疲力竭。只有到你愿意承认，向神承认，所以你要自我省察，但是很难去辨识并且承认自己做错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就是要用祷告的心读神的话。让神帮助我们清楚看见自己的罪，悔改。希伯来书4章12节，一起来读：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你知道吗？当上帝的话进入你的心里面，他就会啪，把你做错事情，这就是错。以前你想要合理化，没有，我没有错。但是神说错就是错，你没有办法跟神辩驳，你没有办法在圣经里面硬凹，你就是唯有顺服神，跟神认罪，因为神的话比一切两刃的刀剑更快。你知道剑跟刀什么不一样？刀是有刃，另外一面是刀背，所以刀只能这样砍过去，所以另外一边再砍回来，他要再转过来再砍回来。剑是不一样，剑是两边都是刃，所以就咻咻咻咻咻，两边都可以砍。但是神的话比那个咻咻咻更快。直接切入你的心，骨节、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刺入剖开。所以你从小到大，你逃漏税，你坐霸王车，你没有检车票，你买的饮料没付钱，你捡的钱没有拿去警察局，或是你做错什么事情，这一切大大小小该做没有做，或是你做错事情，当神的话进入你里面，啪，它就浮现出来。阿们吗？神的话浮现出来，你就要。这不是要定你的罪，你要记住，神的话让你知道罪的时候，是让你知罪，还没有要定你的罪。什么时候要定你的罪？是在耶稣再来那时候，才真的要定罪。所以在耶稣还没有来之前，你知道罪，这是第一个步骤，这是一件事情。但是你不要知道罪，我就赶快躲起来。我做错事情，我不敢上教会，我再也不敢翻圣经。因为我一翻圣经，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大罪人。我一祷告，我就知道我是一个做错这么多、罪该万死的人。还没有，因为神还在给我们机会。当你知罪，就是要认罪。
所以第二个，你可以找灵性成熟的朋友给你忠告，指出你的错误。箴言19章20节，要听劝教，受训诲，使你终究有智慧。所以为什么你要参加团契、参加小组？在里面你会得到建议、得到忠告、得到帮助。所以你除了参加礼拜之外，听神的话，你参加团契、参加小组，就是得到忠告。但有的时候，我们要自我省察这6件事情。第一个就是我是不是有犯言语的罪？第二个，我是不是有控制别人、言而无信、不尊重权柄，或忘记待人如己，或是满足罪的欲望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，很快来看。第一个，自我省察，你要先检查我是不是在嘴巴上面犯罪，言语的罪。我们一起说言语的罪。雅各书3章5到6节说：这样舌头在白里也是最小，却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舌头就是火。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哪里点？从地狱里面点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舌头可以引发地狱的火。哇！跟你旁边说，你的舌头不能引发地狱的火。奉主耶稣名宣告，你的舌头不能引发地狱的火，连转动生命的轮子，而且从地狱点着火焰，把整个树林最大的树林通通烧掉。你知道你要摧毁一个家庭很简单，你要摧毁一间教会很简单，你就是去开始讲人家的闲言闲语，去讲人家坏话。你要摧毁你的班级很简单，你就是放纵你的嘴，去批评，去咒骂，在 Facebook 上面拼命瞎掰，去吐人家的槽，好，去放风声，甚至你要摧毁一个国家。明天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几岁生日？99岁生日。你对你的国家，你觉得你的国家能够活到199岁吗？有没有信心？不太有信心，因为觉得我们的国家好乱，而且你也不晓得我们的国家到底是不是国家。好，连看个比赛拿个国旗，那个主审的裁判都会跑上来制止。这是国家吗？这是我们的国家，在我们国家都不能拿自己的国旗，真是太夸张。但是你看我在我们国家当中，就是充满这种言语的罪，来自这几方面。我们实在没有时间把这经节一个一个念给大家听。但是呢，你可以回去好好看，你有没有在鲁莽的话、埋怨抱怨的话、虚假的话、闲言闲语、重伤或是无意义的闲谈，好，就是八卦。你有没有讲了这一些很扯、没有造就、没有劝勉、没有安慰的话？第一个你要省察，第二个要省察是你有没有去控制别人。当我们拒绝尊重对方的决定，并且执意要改变对方心意，就是为了自己的方便、舒适或心里的平安，我们就跨越了界限，来引起了冲突。提摩太后书第2章24节到26节，实在经节太多，我来翻圣经比较快。提摩太后书第2章，有没有带圣经来？有的话，请你一起来翻提摩太后书第2章24到26节。翻到了，好，翻到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善于教导，存心忍耐，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，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，可以明白真道，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，可以醒悟，脱离他的网罗。所以主的仆人，成为主的仆人，不要争竞，不要跟人家逞一时的口舌之快，人家骂你，你不要马上回他。所以雅各书说，你们要快快的听，然后呢，慢慢的说，再然后更慢的是什么？慢慢的动怒，不要争竞，不要在嘴巴上面一时抢快。他骂你叉叉，你就骂他叉叉叉，然后叉叉叉叉叉叉叉，一直叉个没完。这样子是没有帮助，因为你已经进入到魔鬼的网罗当中，你已经转动生命的轮子，从地狱点了一把火，开始要烧。那个火一丢下去，哪边就烧；一丢下去就哪边就烧。你知道吗？他说连最大的林子都可以烧。
这个礼拜我才知道，森林大火这样烧过来，这样速度可以多快，你知道吗？一个牧师他说，他的孩子去澳洲寄住，然后那个寄住的家庭就是遇到森林大火。他说那个在澳洲的森林大火是非常的快，时速到100公里，比你骑欧多拜还快。所以你要森林大火，你要跑根本就跑输它。这样烧过去是时速100公里，但是那个澳洲他们住的是宣教士，他说那个家烧到他们家前面几百公尺的地方，火就分成2道，烧过去之后，后面又结合，然后又继续烧。哇，所以真的是神的作为，真是非常感谢主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地狱的火它在传染、在破坏是非常的快。第三个，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是否言而无信。我们一起说：言而无信。许多的冲突是没有遵守诺言、承诺所导致的结果。所以《申命记》23章23节，你嘴里所出的，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，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，谨守遵行。你嘴里所出的，你口中已经答应的，你跟神怎么祷告、怎么说的，你就要谨守遵行。很多人自己祷告的事情都忘记，跑到跟上帝面前跟上帝祷告，噼里啪啦讲了一堆，可是当他祷告完爬起来走出去之后，他忘记他自己说过什么。这样的祷告是言而无信。另外一种是神希望我们成为言而有信的人。诗篇15篇第4节，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人。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神说，神要尊重那样子的人，这样子的人他自己吃亏，但是他说出来的话，他要做到。神要尊重他，神要提升他。第4种，我们要检查自己是不是不尊重权柄。冲突另外起源就是对神所建立的权柄滥用跟误用。合法权柄是神所建立的，只要是维护秩序跟和睦。对不起 ，Hello， 可以把他叫回来吗？所有合法的权柄都是神所建立的。上一页 ，OK， 好。主要是要维持秩序跟和睦，所以在上位的人要为他人的福利着想。你当了班长，你这个权柄是谁给你的？是最后还是上帝所给你？这是合法的。你有班长，你不是随便可以骂人；你当风纪股长，你不是随便可以记人，你可以随便教训人，而是你要为了他人的福利，不可以利用职位来得着好处。马可福音的第10章42到45节，就这样说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们知道，外邦人有尊君为君王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。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谁愿为首，就要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什么？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，又做多人的赎价。”耶稣来做3件事情：服侍人；第2件事情舍命；第3个做多人的赎价。所以耶稣他有权柄啊，他是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但是呢，他却没有为着他自己的好处，他是为着人人能够得救赎、他人的福利而着想。所以当我们不尊重权柄的时候，领导者不尽职，神会要求他为他们自己的罪负责。耶利米书22章，那行不义盖房、行不公造楼、白白使用人的手做工、不给工价的有祸，神会追讨。神要我们顺服在上掌权者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2、13，弟兄们，我劝你们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人，就是在主里治理你们、劝诫你们，又因他们所做的工，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。上帝要我们能够去顺服在上权的位的人，要去尊重顺服他们。保罗说，甚至呢，拒绝权柄就是拒绝神。所以罗马书13章，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。你拒绝班长，就是拒绝上帝；你拒绝你爸，你拒绝你妈，这权柄是谁给的？神给他的，你就是拒绝上帝。所以要很小心，你跟你爸妈吵架就是犯罪，非常清楚不过，就是得罪神，你就是要跟神认罪。任何跟圣经教训危险明背的，或是教导有相冲突的，都要去抗拒。虽然在上位者我们要尊敬，但是你爸叫你去偷钱，你妈叫你去杀人，你要不要去偷？你要不要去杀？
牧师说我们要孝顺父母，要听从父母，但是呢，圣经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。如果你妈